后来，即个出代志的天龙这个游览车的公司咧，民国95年成立，经营15年了，算是有丰富的经验。业者早起一透早嘛，赶到病院去慰问着伤者。旅行社好时亚旅行社嘛有照规定帮旅客来投保。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昨深夜已经摕到笔录、影像等相关的资料，下晡就会开始落作业，查出着车祸的原因。 出车祸游览车用几啊点钟总算调离现场，拖到运安会要进行调查。运安会人员嘛到现场搜证，将这个代志列入上严重的以及公路事故，包括车辆驾驶证书、行车记录器等等，拢要做进一步的检验加分析。 必要的市政大概已经通通是收集差不多哈，包括整个刹车系统原厂这边维修的资料，所以我这边会跟检调密切配合，及时处理的话，我们会跟公路总局不会等到调查报告出来就做一些必要的措施。 这摆出车祸游览车是天龙通运公司的，天龙伫民国95年创立，差不多有20多台游览车，加20多个驾驶。 负责人单聪田讲，公司游览车车龄大部分拢无超过5年，拢有依照规定定期保养加检清。公里数到了，我们就要进场保养。司机觉得说车子有异常还是怎样我们还是一样会进场修理。 负责人单聪田对着这个代志发生，感觉真遗憾。等待鉴定报告出来了，会去做统一的说明。负责行程的好时亚旅行社管理局表示讲，伊拢有照规定替人客投保。案子我们查核的结果就是旅行社已经有帮旅客投保责任保险，每个人是新台币200万元。目前各单位拢伫调查车祸的真相，因为对着家属来讲，人出去佚佗煞无法度转来，赔搁较侪钱，也是甚物真相，拢无法度去除心内伤痛。